晚安，今天又到了我们分享灵修笔记的时候。今天是4月18号。今天的灵修笔记呢，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们不要从己意，只顺服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常常你遇见很多生活的忙碌，遇见很多生活的点点滴滴，你总是觉得好像无法跟随自己内心的感觉。其实神要给我们的或许不是我们自己想的，而是他有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领受神那美好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完全得到心灵的自由，在每一个时刻不被当下的事情所捆绑。那我们可以完全顺服十字架的使命。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的眼泪跟耐心的道路。也祝福你在神的安排之中看见那美好的盼望。